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已經進入12月啦。我唔知係咪你俾好多聖誕嘅佈置、聖誕嘅節目所吸引，所以你都分散咗你嘅注意力，你冇留心關心到底我同主耶穌建立係咪一個好密切嘅關係？你有冇藉住喺聖誕節嘅期間嚟到思想，到底你同耶穌之間係咪時時都保持咁緊密？你愛主嘅心係咪不斷嘅加添，還是係漸漸冷淡？今日我要講一個好重要嘅題目，就係耶穌翻嚟之前，到底有乜嘢嘅預兆呢？咁大家都知道喺馬太福音24、25章就好出名嘅橄欖山嘅預言。我諗如果你作為基督徒，你對呢兩章聖經，可能你話：哎呀，我聽過好多次啦，我都好熟。但我好想特別提醒你，而家呢個時代，今日呢個嘅世代已經截然唔同。你唔單止聽見打仗嘅風聲，而且打仗係打得好緊張，而且好多嘅跡象都同聖經裏邊嘅預言係一個一個咁樣嘅應驗。所以今日我要用馬太福音24章同你提出有9個你必須要睜開隻眼，大大嘅嚟到睇下，到底係咪同耶穌所講嘅預言係吻合？如果係嘅話，你要更加嘅警醒，因為耶穌翻嚟嘅日子實在好近好近啦。第一個嘅預兆就好多信徒愛主嘅心係逐漸冷淡。我作為一個牧師，我好能夠證明呢一點。今日呢個世界好多基督徒根本冇愛耶穌嘅心，得個樣嘅啫。哎呀，我禮拜日有返禮拜堂㗎，我有參與侍奉㗎，我有奉獻㗎，我有乜乜乜乜乜。但你問下自己嘅心，到底對耶穌嗰份嘅愛係淡咗呢，還是濃烈咗呢？如果你唔好呃我，你又唔好呃神，你苦心自問，我愛耶穌到底有幾多？聖經講得好清楚，喺末世嘅時候，愛主嘅心才漸漸冷淡。嗰個冷淡係漸漸凍咗落嚟。記得耶穌喺啟示錄7封信裏邊責備老底嘉嘅教會，你不冷不熱啊！今日我哋比不冷不熱更慘啊！你唔係淨係嗰啲暖水，又唔係凍，又唔係熱，你直情淡啊！有時我哋飲啲水好似冇乜味道啊，不如揾啲果汁啊，揾啲汽水啊，因為要有味道。今日到底我哋愛主嘅心有冇淡咗呢？呢個第一個。第二個就係喺馬太福音24章第16節嗰度提到，但以理講嘅預言，我哋必須要睜大隻眼嚟到睇啊！但以理書第9章有好重要嘅預言，就係嗰個行毀壞可憎嘅會站在聖殿、站在聖地啊！哇！嗰陣時你要留意啊，到底乜嘢叫做嗰個行毀壞可憎嘅？佢真係會站起聖地呢？就有3件歷史事件。第一件係發生喺主前161年。當時羅馬嘅皇帝係安提阿古，佢呢就喺當時耶路撒冷嘅聖殿入邊獻一隻豬做祭物，污穢咗成個祭壇，污穢咗成座聖殿，
呢個就係但以理所講嗰個行毀壞可憎嘅，佢會企喺聖殿當中。哇！呢個安提阿古真係夠膽啊！猶太人認為豬係不潔淨嘅食物，所以佢哋唔食豬肉嘅。竟然間你喺祭壇一個咁神聖嘅地方，你獻隻豬，哇！你真係搞笑啊！你直情係同神作對啊！第二次出現係主後70年，當時提多要燒毀整個耶路撒冷，結果佢就攻陷咗耶路撒冷，結果聖殿就喺主後70年完全被毀。呢個就係所羅門王同埋希律王所起嘅聖殿。然之後第三次呢個行毀壞可憎嘅會出現，就將來有一個敵基督會出現，佢同樣做呢件咁得人驚嘅事，咁乞人憎嘅事，就喺聖殿裏邊獻隻豬，我唔知係咪獻隻豬，總之係污穢聖殿同埋祭壇。各位，你睜大隻眼睇，如果幾時喺以色列傳出一啲嘅消息，哇，有個敵基督，哇，好多人都拜佢，好多人都尊崇佢，但佢竟然間做一件咁毀滅性嘅事。第三個預兆係乜嘢呢？就係我哋需要快快嘅逃命啊，要走啊，因為呢有災難要臨到。喺馬太福音24章16一路到19節嗰度就係講，哇！如果你喺山上嘅，你要走啊；如果你喺屋頂嘅，你要走啊；如果你喺邊度嘅，你都要走啊。懷孕同埋抱孩子嘅更加係有禍，因為你抱住啲小朋友，哇！你點走？你仲要餵佢奶喎，好艱難，好艱難。但係所有呢啲嘅人都要逃命啊，因為災難要嚟到，你未見過咁大嘅大災難要嚟到。今日呢個世界災難係越嚟越頻仍，災難嗰種嘅強度係越嚟越大。但係各位，我哋仲未至於逃命，但係有一日，當我哋真係要走，所有人都要走嘅時候，耶穌翻嚟嘅日子就好近啦。所以第四就到時會有好多嘅大災難啊！喺24章嘅20到22節嗰度話會有大災難出現，你未見過咁大嘅災難。其實耶穌好早已經講，末後災難係越嚟越頻仍，而且災難嗰種嘅毀滅性嗰種強烈嘅程度係越嚟越大，越嚟越犀利。今日我哋見到地震嗰啲強度越嚟越大，越嚟越頻繁。哇！邊度有地震，邊度有地震，邊度又有海嘯，好得人驚。但係末後嘅災難會更大、更多、更密嘅嚟到，所以求主俾我哋真係要警醒啊！唔好瞓覺啦，基督徒，我哋必須要警醒啊！第四就係第五就係假基督會出現，將來有好多嘅人冒基督嘅名，我就係基督啦，你就係基督啦，好多人話呢個就係基督啦，千祈唔好信啊！會有假基督嘅出現，可能你唔知你喺世界邊個地方，你有冇接觸過喺你嘅國家或者喺你嘅地區，有一啲人真係宣稱自己就係基督啦。我哋必須要提防，唔好俾假基督欺騙咗。第六就係好多奇特嘅現象會出現。最近我留意有一個嘅 YouTube 係喺以色列嗰度拍嘅，
咁啊時時將最近以色列有啲咩奇特嘅現象啊，話喺聖殿山上面有啲咩奇特嘅現象啊，我都好留意去睇，原來真係有啲好特別、好特別嘅現象。最近今年當呢個吹角節嘅時候，有100個祭司一齊喺聖殿山上邊吹角，係以前未有過嘅，但係而家出現。有啲好特別嘅天象啊，又喺耶路撒冷嘅上空出現。有啲負責嘅嗰啲嘅拉比就喺度講解呢啲事件。佢話：各位同胞以色列人，各位基督徒，你哋要小心，呢啲奇特嘅現象正係陸陸續續喺以色列，特別喺耶路撒冷，喺呢個神好愛嘅城市耶路撒冷度出現。我哋必須要小心，必須要知道耶穌翻嚟嘅日子好近，好近啊！然後唔單止有奇特嘅現象，第7係人子要裂天而降啊！將來有一日，耶穌要從橄欖山上面駕住雲降臨啊！佢要好似啲雲要裂開，佢由天嗰度而降。記得當耶穌升天嘅時候，就有天使同嗰班門徒講：你哋睇下耶穌點樣升上去，佢有一日要點樣再翻嚟。而且我深信耶穌翻嚟就喺耶路撒冷嘅橄欖山上邊翻嚟。橄欖山要裂為兩半因為下邊咧係一個亞割谷係一個峽谷嚟嘅。咁於是咧嗰啲地要裂開，就有條河喺嗰度流出嚟。呢條河一路湧流，直流到死海嗰度。所以各位有好多好奇特嘅現象會出現，求主幫助我哋開我哋嘅眼，讓我哋睇得清楚，睇得明白。然後第8就神要招聚啲選民翻嚟喺24章嘅31節，佢用號角吹響，就招聚啲選民要會合一齊。我哋好感恩，今日信耶穌嘅猶太人係越嚟越多。我睇好多資料都話俾我聽，而家以色列人開始回轉歸向主。佢哋以前唔承認耶穌係彌賽亞，佢哋咧仍然係用舊約摩西五經嚟到去守舊約嘅律法。但係今日好多以色列人嘅眼睛得開，眼睛明亮，佢哋就知道真正嘅彌賽亞原來就係耶穌。耶穌又係約書亞嘅音，耶穌就係佢所盼望嘅救主。所以呢個嘅預言要應驗，好多選民要歸向主，主耶穌翻嚟嘅日子就近啦。最後第9就係挪亞嘅日子點樣，主翻嚟嘅日子都點樣。聖經裏面描寫佢話，當挪亞嘅時候，人照常嫁娶吃喝根本冇諗過有洪水會嚟，所以佢哋乜都照舊，馬照跳，舞照跑，舞照跳，馬照跑香港以前都係咁97嘅日子點樣，以後都會繼續咁。唔係而家都未到50年，已經變咗好多。各位，挪亞嘅日子點樣？人醉酒荒唐，做好多唔道德嘅事，人心敗壞，壞到極處耶穌翻嚟嘅日子同樣係咁樣。所以各位，求主賜俾我哋一個警醒嘅心，當你睇見呢9個嘅預兆，
你就知道主耶穌翻嚟嘅日子好近。讓我哋彼此提醒，讓我哋時刻撐大隻眼嚟到睇，到底今日呢啲係咪一樣出現，一樣應驗？求主就叫我哋對主嘅愛心更火熱，然後對主話：主耶穌啊，我願你翻嚟。主耶穌啊，我願你嚟。求主賜福俾各位。